Wake up.我一步一步向
赞美你，大声欢呼感谢你，天天来爱你。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困难来了不害怕，天天来爱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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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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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天父爸爸，你爱我，我要天天赞美你，大声欢呼感谢你，天天来爱你。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困难来了不害怕，天天来爱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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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啦啦啦啦啦啦啦有啊，马西。对啊，他上次我叫他来的时候就没办法，然后可是教室那边也没地方放，所以就觉得。喂，来，小彪早安。啊，都在困哦，小彪早安。你们等一下会上电视哦，可不可以一直看电视？不行，要看谁？看爸爸妈妈吗？是谁说的？怎么这么厉害？厉害，赞！好，来，我们请牧师帮我们先做祷告，帮你们做祷告哦，哈。来，小手和眼睛闭起来。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感谢。跟着牧师，我们一句一句一起来哈。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幼心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今天我们有个机会，通过音乐，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喜乐；通过节奏，使我们的生命有秩序。谢谢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也谢谢老师带领我们学习，也谢谢爸爸妈妈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一起说谢谢牧师。哎，好，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了哟。开始你们都会在上面啊，可不可以这样？像小猴子。我来看谁很棒。哎呦，很像长大要上大班呢，真的好棒哦，真的很棒。好，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了哟。
还剩几分钟？哎，还没，老师，你先不要让他们拿了，牧师还会再祷告一次。可是他们预备的位置在前面啊。好，那你们先下来。第一排的乐器拿下来，站在下面，来，快点来。其他人都不要拿。好，乐器放好。好，来，乐器都放下来，乖。好，所有的人乐器都放下来。等一下，园长会讲话，我来看谁最有礼貌。是大班的哥哥姐姐，你的那个口琴不要再晃了哟，不然会卡到你的脖子，很危险。怎么这么棒啊？你们真的是大班了，还是1年级呀？1年级哦，跳级哦。好，赶快站好。棒！怎么吓我一大跳呢？站了，不用紧张。我会先开始，我比较紧张。不要。嘘。啊，对不对？让你爸爸妈妈吓一跳。亲爱的家长平安，谢谢你在这个疫情之中，让我们能够相见。也请大家给这群孩子们今天的演出给予掌声，因为他们非常兴奋。虽然在短短的疫情当中，他们只有练习几个礼拜而已，只有因为又遇到停课、复课，周而复始，但是他们在对音乐的热情非常的十分的开心。要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完成这么大一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也希望家长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与掌声。在表演之前，我们恭请佑心幼儿园的董事长许成道牧师为孩子和家长一起今天祝福今天的演出都能够顺利。我们恭请许牧师。在线上的家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我们在佑心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求主上帝特别保守这些小朋友，也保守我们在线上的家庭，借着视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所以在开始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佑心学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着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间留下一个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这个记号更重要的要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佑心里面所领受到学习的，不只是身体的成长、知识的增加，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得着在天父上帝里面你所给他们生命的节奏与乐章。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活动都仰望在天父上帝手中，求你祝福所有演出的小朋友，也祝福老师，特别祝福在线上或在现场的家长们，你们的家庭可以充满平安喜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牧师。台北市私立佑心幼儿园110学年度第2学期音乐舞蹈成果发表会，第一个表演的班级是中程班，指导老师赵祖慧老师、林芳芝老师、黄美智老师。第一部分进场乐，这首曲子摘自于日本童谣《鸽子》。
分，口琴、中琴的合奏。小朋友在吹奏口琴，必须要知道，都是要吐出去气，还是要吸进去。所以这个是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要很专注在老师的指挥之下。我们来听这一首《青蛙们在池塘里》。第二首口琴、中琴合奏《大老鹰》。第三首口琴合奏《小小贝壳》。
孩子在短短的这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吹出这么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值得赞美。接下来这一首是《小星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请大家欣赏小朋友表演出的《小星星》。第三部分口白节奏，以简单的儿歌加上轻快的节奏，让这一首《欧喵》更是生动有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程班的《欧喵》。谢谢中程班的欧喵，每一只都是欧喵哦。第四部分手中以红色、橙色、黄色、绿色、浅蓝色、深蓝色、紫色这些的颜色来区分哆到高音的哆。这不但要有高度的专注力，还有辨识能力，才能完成一首曲子哦。一起来欣赏他们这一首《信息我要做耶稣的羊羔》。
最后一首他们要表演的歌曲是歌唱肢体节奏 Si Mama Ka， 是一首东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首民谣。透过轻快的节奏，坐下、站起来、走路，让孩子以游戏中了解不同国家的音乐的乐趣。我们一同欣赏这一首《Si Mama Ka》。好，谢谢中层班的表演。虽然他们这次是第一次的上台，但是呢，表现的可圈可点，请来宾掌声鼓励鼓励。我们谢谢指导老师方芝老师，还有美智老师，还有赵主慧老师。好，等一下呢，你会看到荧幕上通通都没有人。因为我们要换乐器，所以请耐心等待，稍待一下，谢谢大家。
亲爱的宝贝们，如果你的乐器有多没有关系，知道吗？少了也没有关系，假装多跟少都没有关系。OK， 你们准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加碎声都还没有准备好。Are you ready? 哦，被你们吓到。好，老师你们好了吗？哎，那个第一排赶快下来吧，亲爱的。三角铁跟木鱼，哎呦，你们都记得，怎么这么棒？好，放好之后赶快再上去。你们未免太厉害了吧？哎呦，我都快昏倒了，真的很厉害。哎呦，都知道在哪里哦。哦，真的。哎，亲爱的，还没啦，你们不用紧张。小白班先把乐器放下来，你们还没有跟爸爸妈妈敬礼呢。免紧张，来放下来。那个，等一下。来，你放下，你的2个都对，好，我帮你拿掉1个。好，给你，好。赶快。好，眼睛看前面。接下来是可爱的小白班我们所演出的指导老师赵祖慧老师、詹雅蓉老师、饶天恩老师。第一部分进场乐《花儿笑了》。部分敲击合奏，小朋友透过不同的铃鼓、手摇铃、响棒、中琴、木琴等乐器组合成，演出一首动人的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由美国童谣《旺旺旺》。
敲击合奏部分第2首《热牛奶热》，这一首也是美国的童谣，我们一起来听，到底是热牛奶比较好喝，还是冰牛奶比较好喝呢？第3首《捕鱼歌》是大家所熟知能详的歌曲，透过孩子轻快的歌唱以及节奏的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孩子所表演的捕鱼歌。一首敲击合奏，鸭鸭小小鸭，也是于美国童谣，请一起欣赏鸭鸭小小鸭。第3部分口白节奏是属于台湾的童谣，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水鸡。
看小白班是不是很可爱？原汁原味呈现在你们面前。他们是第一次上台哟，真的很厉害吧？请给予掌声鼓励鼓励。最后一首他们所要表演的手中部分是一首圣诗，是一首。哦，对不起，是我太紧张了。还有一首口白节奏《小猴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小猴子》。最后一部分手中，这首嘛是一个信息，细汉囡仔的朋友。来宾掌声，很厉害吧？谢谢小白班的演出，他们真的是很小，年龄最小，而且在停课又复课当中，真的有这样的表现，真的是不错。请别忘记了回家多多抱抱你的孩子，跟他说你真的很棒。谢谢指导老师赵祖慧老师、雅蓉老师，还有天恩老师。谢谢小白班。
你们真是厉害！一起说我好胖，还是我好棒？好，跟电视机前面妈妈挥挥手，说我很棒哦，挥手挥手。好，谢谢小白班的表演，请大家稍待一下，因为我们还要将这个舞台变成舞台，所以请大家稍耐心等待，谢谢大家。心是温柔和节制，这些都是生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是温柔和节制，这些都是生命的果子。心
受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黑夜虽漫长，细嗅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生命撕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大
来，养志哥哥，来，所有人再上去一次，你们太棒了，都不用老师就可以跳了。对，他们刚刚有教妈妈还有阿公阿嬷跳鸡鸭鱼肉，还要转圈圈哦。好，来，请你坐好。刚刚的不算数哦，哈，来，请坐下，谢谢大家。来，像的抹布阿北退，你们很棒，抹布掉了，都没有说我的抹布呢，我的抹布呢，很厉害。来，谁的抹布自己来拿。啊，他们已经挂在身上了嘞。他们现在是怎样？不用拿呀。好，来，抹布先来。好，把那东西拿好就好了。大班，一定要从这边跳，然后去拿抹布知道。好，他们都知道，刚刚下得很棒。好啦，请准备。谢谢你们。接下来是舞蹈班的成果发表，他们第一支的舞码是我的 Super Mommy and Daddy， 我们一同来欣赏大班跟中小所演出的 Super Mommy and Daddy。起床啦！宝贝，起床啦！小朋友起床啦！
请稍待，还有，这是由4位王子所组成的。抹布。在台上表演有中班跟大班，男生也不输女生哦，你看他们节奏感。谢谢舞蹈班帮我们的舞台擦得好干净哦。谢谢他们第一首曲目的我的 Super Daddy and Mommy， 他们是透过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呈现，不管是踏、点、转、圈，这个都必须要有很高一个肢体动作的平衡，才能够来呈现这个舞曲。接下来他们表演第二个舞码是芭蕾小品，请期待。
快把你们的美美的芭蕾舞姿势赶快表现出来。哎呦喂呀！我要娶你回家当老婆了。哎呦，那叫你水掉了。哦，你看也卡，甲手，真的要在那个台上演出，但是芭蕾舞不用带抹布，好吗？谢谢。老师恁好，我在等你啊。我们来欢迎舞蹈班第2首舞码芭蕾小品。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指导老师周倩文老师。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周倩文老师。我特别要介绍这4位帅哥王子，有3个已经是大班的孩子，这一位小朋友是中班的孩子，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不输于大班哦，请大家给他热烈掌声，都很棒哦。好，一起敬礼，谢谢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所音乐跟舞蹈的成果发表。明天还有一场，早上9点半，不要忘记我们的约会。谢谢大家的欣赏，谢谢。